姊妹們，你哋有冇覺得婚姻入邊最傷心係乜嘢？並唔係大吵大鬧，而係明明兩個人一齊生活，但係一講嘢永遠都唔啱嘴型，甚至乎有時一講到錢就鬧到面紅耳赤，想講心底話嘅感受，更好似永遠都冇人聽得入耳。我記得細個嗰陣時，爸爸媽媽成日都為錢而嘈嘅，嘈到成間屋都冇溫度，最後仲谷到一肚氣。但係佢哋從來冇試過真真正正坐低了解下對方究竟想要啲乜嘢。呢一種溝通唔到嘅經歷，一直都留咗喺我心底入邊。所以長大之後，我對婚姻有充滿恐懼，好唔容易就覺得屋企係冇咩安全感，甚至冇咩溫暖。後嚟我嫁咗一個西人做老公，兩種文化本身就係唔同，溝通上更加難上加難。加上屋企長期咧就係冇積蓄嘅，呢啲係西人嘅習慣。老公又唔願意透明財務，所以我根本唔知佢有幾多收入。想開口講，但係換嚟就係一片嘅沉默。婚姻入邊最痛苦係乜嘢？唔係爭吵，而係沉默。各位姊妹認同嗎？所以好多人成日都講7年之癢，其實就係一個必經嘅關口。所以結咗婚嘅第7年，佢咧就患咗有抑鬱症，完全唔同你傾嘅。嗰幾年我就好似一個唔停旋轉嘅陀螺，由朝做到晚，放工翻屋企就即刻入廚房煮飯洗碗氹小朋友，同佢玩陣先，直接到佢瞓覺嗰陣，我已經感覺到腰酸背痛，連同老公多講一句話都覺得一種奢侈嚟。有一晚我望住佢坐喺個梳化度，成晚都唔出聲，小朋友就喺隔離玩，但係空氣凍到我眼淚都想飆出嚟。喺嗰一刻，我個心就諗起一樣嘢，就算我而家喊到聲都沙埋，有冇人會聽見？維持咗一段時間，直到有一日，我偶然睇到一條講八字嘅影片，我個心突然之間諗一樣嘢，腦海浮現一個念頭：如果我唔改變，婚姻同埋人生都會一直咁樣困落去嘅。各位姊妹，你有冇同我同一樣嘅情況？所以喺嗰一刻，我下定決心要投資自己，我就去揾個老師學呢個八字，目的主要係去理解我同伴侶嘅性格嘅差異。我接受咗婚姻修復嘅資訊，學習點樣去溝通，帶點冇情緒去表達。我仲不斷咁去揾點解透過呢啲咁嘅細節會重建到家庭嘅溫暖氣氛。我試下唔再逼佢咯，而係從一個小動作，煲一碗佢中意飲嘅湯，留一張細細地嘅字條俾佢，陪小朋友一齊玩。我會細細聲同佢叫埋佢一齊，用呢個溫和嘅語氣講出自己嘅感受，並唔係去責備佢。點解你唔同我哋一齊玩？呢個係我以前會成日講嘅，但我而家就冇做到嚇，因為我諗過呢個係冇用嘅。當你心底話想一出唔通唔出聲就代表唔愛我咩？反而變成可能佢需要一個時間空間呢。喺屋企氣氛真係慢慢好似唔同咗喎，佢慢慢開始回應我喎。所以我發現投資資訊係有能力改變到嘅。當我發現自己慢慢改變咗之後，我就想我係要幫助到其他人、其他嘅姊妹一齊改變佢哋嘅現狀、佢嘅婚姻狀況。所以我就會到處去學點樣去幫到人。但係我發現好多咧，啲老師都教你點樣去收錢，但係冇真真正正覺得可以幫到其他姊妹佢心底嘅問題所以咧，我就決定我站喺佢哋姊妹嘅婚姻痛苦方面所以我創建一個1對1嘅婚姻修復嘅諮詢服務。我會做啲乜嘢？我會同佢哋揾得出佢哋心入邊唔會話俾你聽嘅擔憂，點解個婚姻會越嚟越差？點解我個行為會導致大家成日都吵，成日嘈交嘅？
亦都好耐心咁樣去聽姊妹們講嘅嘢，慢慢分析俾佢哋聽，話俾佢聽實際嘅方法，等佢哋慢慢去察覺，唔好淨係埋怨，因為埋怨解決唔到問題，而係去諗下對方點解會咁樣做嚇。所以咧，我亦都明白創業係好艱難，但我覺得值得嘅，因為呢一條路係真係唔係容易行嘅。我又捱過冇客嘅日子，亦都捱過開資訊會嘅時候得3、4個人出現，甚至懷疑自己頂唔頂得順。但係有一日，有一個女同學同我講：多謝你啊 Monica， 我終於揾翻婚姻嘅希望，係我係值得被愛嘅。你嘅方法係可以係 work 嘅。喺嗰一刻，我覺得再辛苦都值得嘅。所以咧，我最大嘅願望就係幫助到100個姊妹們解決到佢哋嘅婚姻危機，係唔單止可以修復到婚姻，而可以真真正正幫助到佢哋打造一個幸福嘅家庭，唔會再為錢而成日嘈交，更加唔會再孤單一個人啃晒所有嘅重擔，而係可以有獨立嘅、有尊嚴嘅，同時家庭亦都和諧，小朋友亦都喺有愛嘅環境長大。所以姊妹們，我嘅1對1婚姻修復資訊可以幫你精準揾到婚姻問題嘅關鍵，再按照你嘅情況俾專屬嘅解決方案。唔少姊妹喺諮詢之後，佢哋好快見效，見到佢哋嘅伴侶相處咧，亦都積極咁樣去變化。所以如果你想知道點樣可以由埋怨變成幸福嘅家庭，歡迎你喺評論區留言幸福2個字，又或者預約我1對1嘅諮詢。記住啊，你心入邊嘅感覺其實可以被理解，可以改變嘅。只要做到一件事，婚姻隨時都可以重新嚟過，愛亦都可以重新嚟到你身邊嘅。關注我，我係 Monica， 係你值得信賴嘅夫妻婚姻資訊嘅專業姊妹。多謝你觀看，下次見。